好，下一位容海恩議員。主席，我好認同而家創科局響推動智慧嘅城市嘅工作嘅，尤其是響智方便嗰方面嘅推進啦、AI 嘅使用啦。頭先講咗智慧政務咯，咁我都想理解翻呢，其實有冇時間表去推進我哋智慧政務呢？頭先邵家輝議員都有問嘅，即係點樣可以令到政府內部都係無紙化？對於面對市民，其實逐步做得好嘅，因為你哋而家智方面係推行得非常好，亦都見到下載嘅人數亦都係倍增啦。咁但係響內部嚟講，點樣可以無紙化？亦都係我哋見到審計報告度亦都有講嘅，即係響政府去點樣監測好同承辦商嗰方面嘅交流同埋溝通。對於佢哋嘅出勤記錄，而家仲係用緊紙張咧，其實對於成個監察嚟講係好困難嘅。咁我想理解翻，而家政府有冇一個時間表係推進我哋政府嘅內部智慧政務咧，係可以做得更加好？第二個問題有關於係遙感衛星嗰方面嘅，我見到政府其實響2000年頭咧已經係有遙感衛星，亦都係對於一啲項目係有一啲嘅數據嘅收集。咁對於而家尤其是我哋面對工業安全啦、智慧水務啦，點樣去監測到水管嘅滲漏咧，其實都可以用遙感衛星去處理。我想理解翻而家響數據通嗰方面咧，即係個數據公開嗰方面有冇利用到衛星嗰方面嘅數據去俾到商界係可以幫政府去做得更加好咧？希望可以俾到多啲資訊啊！我哋唔該晒。好啊，副局長唔該。好，多謝主席，亦都多謝容議員。咁議員頭先提嘅咧，就其實我哋點樣可以喺政府內部，不論係講無紙化或者我諗總體係講電子化啦，係因為有需要咁都會用有紙張，但係我哋嗰個未來方向一定係強調 AI 加政務，透過咧利用唔同嘅一啲嶄新技術咧，可以減省到一啲流程序，包括將來我哋譬如好多而家要用文件用紙張去審核嘅，第二時咧可以喺系統，亦都有人工智能嘅輔助，可以咧連人手都盡量可以係慳一啲去快速咁樣咧，同埋更加精準、更數字化咁樣去處理呢啲唔同嘅工序咧，呢個都係我哋一個大嘅方向嚟嘅。而事實上咧，而家其實都有一啲部門係咁做，譬如不論係建築署透過人工智能啦、數據分析嘅技術去優化佢哋建築工程嘅一啲造價嘅評估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實係有一啲嘅部門咧，其實都開始咧就係利用一啲嘅數字技術咧，去加速佢哋嘅一啲嘅審計嘅工作，譬如係環評嘅報告等等。咁呢啲其實都係配合頭先議員你提嘅方向，而另一方面咧就係遙感衛星，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大嘅方向。咁我哋而家咧其實喺推動一個開放數據，除咗講政府自己開放，亦都係咧一個政策係點樣去吸引我哋嘅公私營機構啦，以至到商業機構咧更多嘅開放數據，便利到唔同業界一啲創新應用。咁我哋嘅 CSDI 即係數據空間嘅咧空間數據呢一個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地理信息系統做基礎。咁我相信呢啲咧，其實我哋政府部門咧，亦都係會與時俱進，更加貼近咧，睇下有啲乜嘢嘅數據可以更便捷咁樣咧，去為我哋嘅市民提供一啲更優質嘅一個政府服務嘅。多謝。跟住。